喺深圳紅足16年嘅椰子雞火鍋，終於嚟到香港啦！就係銅鑼灣 D1 出口 WTC Mall 3樓。深圳地標名菜大有來頭，深圳必食榜終於等到7.9折，一人食椰子雞啦，勁抵啊！開業咁多福利，梗係要試下。一入門口就見到師傅即場處理，開放式廚房夠晒衛生。海南文昌雞每日新鮮送到香港，加埋海南同泰國直送椰子水做湯底，湯頭清甜，雞肉嫩滑，健康好味又低脂。仲有內地未出嘅新品遼參花膠椰子雞，成碗都係骨膠原，養生一族實中意。最後整煲熱辣辣嘅臘味煲仔飯，飯焦脆卜卜，臘味香噴噴，實惹到你班朋友流晒口水啊！6月13到24號正式開張期間，嚟幫襯即享7.9折食椰子雞，再送你免費原味椰子雞券。早到嘅朋友更有帆布袋、馬克杯等靚禮，快啲約定屋企人朋友嚟試頭啖湯啦！